如果有留意近日嘅新聞，就會發現日本近日發生咗多宗熊人襲擊人類嘅事件。截至2025年嘅10月底，已導致全國10個人喪生，呢個係自有紀錄以嚟最嚴峻嘅紀錄。過去多數會住喺深山樹林入邊，但而家佢哋竟然堂而皇之咁走入住宅區同埋市中心，呢個係自然界嘅反撲，定係人類同野生動物嘅界線已經徹底咁崩解呢？歡迎收睇今集嘅真相首期，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。喺2025年，根據日本環境省嘅最新統計數據，全日本已經記錄超過172宗熊人襲擊人類嘅事件啦，其中有10個人不幸身亡，多達160人受傷。呢一個數字遠超過任何一年，比起2024年嘅數值更加超出咗1倍。重災區主要集中喺東北地區，例如係秋田縣、岩手縣同埋山形縣。呢啲地方目擊熊人出現嘅數量暴增至數千宗。例如喺山形縣，截至10月19號就累計有1673宗熊人出沒嘅報告，比起2024年全年嘅數字仲要多出5倍。更有資料顯示，有位網民喺社交平台公布咗一張全日本熊人傷害人類嘅地圖，即係話如果有熊人事故嘅話，佢就會畫咗喺嗰個地圖入邊。至於地圖顯示，日本本州同埋北海道幾乎係全面染紅嘅，淨係九州同埋沖繩兩個地方仲未傳出相關嘅警訊。而呢一個浪潮嘅嚴重性唔單止係僅僅嘅數字，而係佢嘅蔓延嘅速度。過去熊人傷害人類經常都會發生喺農村嘅邊緣或者係樹林嘅邊界，但係直到2025年，事件就慢慢咁滲透到都市嘅邊緣，甚至係核心嘅地帶。喺東京嘅青梅市等嘅郊區亦都發現熊人嘅蹤跡，顯示呢個野生動物同埋人類棲息嘅地方嘅交界正喺度急速咁模糊。點解到咗2025年會特別嚴峻呢？係氣候變化嘅推波助瀾啊，定係森林嘅資源正喺度急速咁消耗？呢啲嘅疑問引領我哋探討熊人嘅行為嘅變異。佢哋由住喺森林嘅巨大生物，而家已經係近在咫尺嘅生命威脅啦。回顧以前嘅歷史，日本嘅熊人主要係本州黑熊同埋北海道棕熊。傳統佢哋會以森林為家，好少同人有正面嘅衝突。但係到咗2025年，呢個趨勢標誌住一個嘅轉捩點。專家觀察到熊人嘅活動半徑正喺度急速向人類聚居地去延伸。例如喺秋田縣環首市同埋由利本莊市，熊人不斷咁出沒喺鄉間嘅小徑，更加頻繁咁現身喺地鐵站周邊同公寓嘅樓宇附近，逐漸成為常態。森林綜合研究所嘅資深研究員大西常樹直指，我哋已經步入全新嘅階段，人同埋熊人嘅衝突嘅模式徹底改變咗啦。經過佢哋嘅研究，發現原因顯而易見，氣候嘅異常導致山毛櫸堅果等嘅主要食物逐漸失收，迫使熊人落山揾嘢食。同一時間，人類開發擴張，侵佔咗佢哋嘅棲身之地，城市嘅垃圾場同埋果園豐收更加成為利誘之處。佐佐木俊上等嘅生態學者更加警告，熊人正透過反覆嘅接觸，學習緊人類嘅弱點。佢哋發現呢啲雙腳嘅生物並非唔可以挑戰嘅對手。呢啲生物嘅生活習慣嘅轉移，會唔會令到防衛性嘅攻擊演變成蓄意嘅捕獵呢？以下我哋會透過幾個嘅案例，話俾大家聽佢哋有幾咁恐怖啦。2025年10月20號，秋田縣嘅湯澤市原清水地區上演咗一場噩夢大屠殺。
喺短短一個鐘頭裏邊，4個嘅男人相繼成為咗受害者。一個63歲嘅男人喺街行嘅時候，突然間呢背脊受到襲擊，多處呢有撕破嘅傷痕。一個帶狗散步嘅男人右臂受到重傷。70歲嘅保安喺酒店嘅停車場受到襲擊，鎖骨骨折。最後一個65歲嘅居民喺屋企嘅門口被咬傷腳踝。警方封鎖咗現場，紅人甚至呢衝入到最後一個受害者嘅住所入邊，直至第二日嘅清晨仍然未離開。當地嘅警察呢緊急部署部受傷。JR 湯澤車站附近為戒嚴嘅區域。同一日，富山縣立山町一個80多歲嘅婦女喺倒垃圾嘅時候遭到紅人推倒而受傷。喺一個禮拜之後，岩山縣一關市岩尾町再度傳出慘案。10月27號嘅上午，警方喺住宅範圍發現咗一具遺體，身上呢布滿爪痕同埋咬傷，懷疑呢係紅人襲擊致死，死者嘅身份尚未確認。事件發生之前，秋田縣東城瀨村喺10月24號發生咗4個人遇襲嘅事件，一個男人當場死亡。而另一邊廂，秋田縣一個38歲嘅男人為咗保護70歲嘅鄰居夫婦，挺身而出，最後係俾紅人抓傷咗面部同埋身體，最後重傷不治。呢一類嘅紅人連環嘅襲擊，唔止構成咗身體嘅傷害，更令到社會播下咗恐怖嘅種子。呢啲事件嘅背後隱藏住幾多深層嘅生態警訊呢？以下我哋就睇下專家點樣分析呢啲嘅事件。生態嘅研究者呢嘅結論令人不寒而栗。佢哋話本州黑熊歷史上呢係極少食人，但係2025年岩手縣連續3單紅人襲擊人類嘅事件顯示，佢哋嘅行為模式好似有所蛻變啦。佐佐木俊上比喻啦，一旦呢紅人透過食過人類嘅遺體，嘗試食到人肉，咁佢就可能養成咗食人嘅習慣，而呢個嘅習慣冇可能翻轉頭。而大西上樹補充，紅人嘅學習能力係不容小觀嘅，佢哋係從經驗中領悟人類呢唔係天生嘅敵人，而係潛在嘅容易捕獵嘅獵物。如果呢個趨勢持續嘅話，傳統嘅防範工具，例如係驅趕紅人嘅鈴聲，可能呢會反被成為吸引嘅信號，引嚟更多不速之客。氣候嘅加劇成為咗另一個嘅轉變，地球逐漸升溫，延長咗紅人嘅活動周期。喺森林同埋山上邊缺乏咗食物，令佢哋需要落山揾食。根據秋田縣政府嘅數據顯示，2025年紅人傷害或者殺死人類嘅案件大概有54宗，目擊發現佢哋出現嘅有8000宗。專家呼籲立即移除果園上面啲果實，更加要嚴格管制垃圾丟棄嘅時機，先至能夠阻斷紅人嚟到城市嘅誘因。但係當紅人將人類視為新嘅食物鏈嘅時候，呢啲嘅措施係咪足夠呢？10月26號，秋田縣嘅知事鈴木健太喺社交平台公開作出求援，坦言地方嘅人力呢已經到達極限噶啦，現場人員呢身心俱疲。佢計劃喺10月28號同防衛省會晤，請求自衛隊介入。呢個係包括研究阻擋紅隻進入居民住所嘅方法啦，運送捕獵紅人同埋物資，甚至咧係協助居民疏散。防衛省嘅官員初步同意，但強調咧不涉射殺，佢哋咧只係會作後勤嘅支援。呢個係紅人傷害人類史上咧首次要動用軍事資源，標誌住咧危機已經升級為國家級嘅挑戰啦。全國嘅層面，環境省呢發佈咗亞洲黑熊出沒嘅警告，覆蓋咗全境，敦促居民呢要避免單獨外出，並推廣呢紅人襲擊之下嘅生存指南。遇襲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逃跑，最好呢就蜷縮身體，
雙手保護頭部。如果真係要反擊嘅話，就要打佢個鼻或者係眼。當呢啲嘅措施一一咁實行嘅話，究竟日本嘅民眾可唔可以扭轉呢一個嘅局勢，令到危險減級呢？2025年熊人傷害人類嘅事件，唔單止係野生動物嘅咆哮，更係人類同自然嘅界限崩壞嘅警訊。佢提醒咗我哋，氣候嘅變遷同埋開發嘅過度，正喺度將呢啲嘅危機逐步推前。我哋係咪要需要國際合作，強化森林嘅保護或者係監測嘅系統，令到呢啲嘅危機逐步減退呢？正如大西常樹所講，人類同熊人嘅衝突嘅終極嘅解決方法就係點樣學習共存啦。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嘅真相首期。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節目，不妨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內容呢，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。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，包括係 Facebook、IG 同埋 Fact，嗰度呢有啲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翻俾你哋嘅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！